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车站新站今年才刚完工，附近大楼高雄站前广场空置至今已经20年，近期还发生火灾事故，缺少管理整顿。不过最近因为高雄车站新站完工，又有高铁南延进驻，房价反而出现涨幅。但后续高雄市政府积极推动高雄车站的都更案，站前广场的整合难度恐怕会更高。高雄车站新站今年才刚完工，附近的大楼高雄站前广场闲置至今已经20年，近期还发生火灾事故，缺少管理整顿。不过最近因为高雄车站的新站完工，又有高铁南延的进驻利多激励，10楼以上的住家套房，因为套房的屋主可作为公益出租人，出租社会住宅，房价反而出现涨幅。但后续高雄市政府积极推动了高雄车站都更案，站前广场的整合难度恐怕更加提升。这栋大楼因为它的面积还蛮大的，然后希望政府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整理一下，然后让游民也不要这么多，让他们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然后这边人整理好了，人也会比较多一点。如果产权越分散或是产权的获得的价格，就说有增加的那种价值增加的话，对于要整合的人来讲，困难度就越高，因为产权分散的要太多人，要这么多人去整合这么多人，然后金额又垫高的话，其实对整合真的是不利的。市议员张博洋也指出，民间预期的涨价心态心理可期，是否应多加强沟通或与民间业者配合，参考国外成功的都更案例，提高广场整合几率。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去进行更积极的沟通，那甚至是找一些民间的业者来谈看看，或者说在这里不单单只是把他的土地或者是建物给买下来，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合作方式，也可以看看国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因为我相信全世界这么多的大都市，大家都在进行都更，不可能没有都市，应该说不可能没有地方是都不涨价的。好，那世界各个城市，他们遇到这种坐地起价的状况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来因应？那更何况是说，他们如何去达到产官学就是说民间跟政府双方都能够达到大家都能够互利互惠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可以去找看看。办理都市计划变更、汰旧换新，向来都是每个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高雄车站都市更新计划案更是众所瞩目。如何促进站前广场的蜕变重生，考验着政府单位的智慧，也值得大家持续观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轻轨成员之后，带给民众不少便利，出门在外多了更多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可以选择，但仍有大部分的民众不习惯和轻轨共存，时常因为没注意到列车而发生碰撞车祸。根据统计，事故率最高的地方就在轻轨大顺路段，光是去年到截稿前就发生过26件交通意外。轻轨列车缓缓驶进月台，搭乘的民众有的上车，有的下车，这是民众搭乘轻轨的日常。但轻轨大顺段自从开放之后，事故频传。经统计，从去年至截稿前为止，一共发生26起事故意外，且数量很可能继续往上升。是那个本市轻轨经本队统计自去年至今年现在为止总共发生26件。那在这26件中呢，有2件是在专用路权区，那其余24件是在公用路口，那最高是可以处罚到新台币5400元。根据警方统计，于共用道路路口大顺路段与轻轨发生肇事最高路段，树德家商到科公馆站总计有4件最高，其次为大顺觉民路口2件，大顺2路、大顺2路55巷与大顺3路铁道一街口各1件。面对事故频传，身为高雄市议会交通委员会召集人的黄文义对此也有话要说。当然，整个的捷运局以及交通局对于这个路口的部分要做更明确的一个标示，让我们的行车的朋友们，他可以到了路口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这个有轻轨行经，要特别提加小心。所以我觉得双方面都要进行包括公部门，他要在如何补强在路口的标示的显眼度。
然后第二个，交通安全教育要提升。黄文义指出，其实轻轨交通事故发生率提高的关键点在于用路人没有注意轻轨列车通行，且部分人缺乏礼让列车先行的观念，再加上大顺段通车之后，周边相关的标示仍有可加强的部分，未来需要市府与人民共同努力，才可以让轻轨撞击案件数量减少。记者潘志光、黄子倩高雄报道。高雄市立大同医院今年元旦刚交由长庚医疗体系接手，移交不到2个月，就传出院内10根医用气体管路遭人喷漆涂销。日前由高雄地检署侦办当中，现在未涂销的照片曝光，原来管线其实是真气，并非医用氧气麻醉管线的气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请看以下的报道。大同医院从元旦开始被长庚体系接手之后，不到2个月就传出了医用的管线有10根是遭到喷漆，让民众非常忧虑。大同医院在今年元旦刚交由长庚医疗体系接手，当时民代立委与各方医疗人士都到场力挺，恐怕任谁也想不到，才刚移交2个月不到，大同医院就传出院内10根医用气体管路遭人喷漆标示涂销，引起民众恐慌。出来做一个说明，是不是会觉得更担忧？会啊，因为我们全家都在这边看呢，因为比较近啊，然后最近就听新闻这样子，稍微有点担心啊。因为毕竟自己的家人就比较年老嘛，如果来这里，怕会遇到什么问题。面对民众的忧虑，大同医院仅以2004年12月31日发现时即已全面检修完毕，确认安全无虞作为回应。但去年大同医院经营权纷扰不休，原本的医护人员曾抗议劳工权益受损，如今又传出管线遭喷漆破坏，挂在管线上的字牌也不见踪影。所幸长庚依照点交时所拍的照片，原始资料测试还原，危机及时解除。医院于113年10月至12月，由卫生局、长庚法人及高医法人依法进行3方逐步点交所有软硬体设施，为113年12月31日至1月1号凌晨，再进行逐项查核确认，发现部分医院设施异常，当下立即处置完成，现场修复。原本此事件应该由长庚体系处理，但高医工会却无故成了媒体焦点，这让高医工会理事长十分不满。翻出过去照片进一步比对，发现与遭喷漆涂白的场景一样，揭晓谜底。那经过我们调查之后呢，明明白白那个原始档案告诉我们，它叫做蒸汽管路。点交之后，我们都知道，点交之后本来就跟高医团队没有关系。再来，它发生的时候，它已经还原了原始照片，它也解除了危机，所以表示卫生局跟长庚医院已经知道这叫做蒸汽管路。那为什么要误导媒体记者朋友说它叫做医疗氧气管路，甚至是麻醉管路？柯清炫指出，气体阀事件爆发之后，他才知道卫生局曾经函送公文点名高医工会成员多次抗争，难脱嫌疑，批评这根本误导检调办案，抹黑，特别邀集工会成员一起抗议，希望能还高医清白。还我真相，拒绝抹黑！还我真相，拒绝抹黑！记者魏国庆、黄子倩高雄报道。高雄盐埕区有间科尔鸭咖啡馆，宛如小型的动物园。店内的袋鼠、兔豚、日本矮鸡与多只科尔鸭都可以让顾客接触抚摸。就有顾客特地从外县市前来咖啡馆，为的就是要亲手摸摸鸭子，满足对科尔鸭的各种想象。走进咖啡馆大门后，别有洞天。老板正在喂兔豚小宝宝喝奶，日本矮鸡成群逛大街，超疗愈。数量最多的科尔鸭开心的玩水、晒太阳，吃着饲料。这里是全台少见的科尔鸭咖啡馆，顾客可以到此赏鸭、摸鸭，与店内饲养的各种小动物互动，吸引爱鸭人慕名而来。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喜欢鸭子，然后它有很多鸭子，然后它有很多奇怪的，就是多种多样的动物，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而且鸭子咖啡厅很少，因为有鸭子的咖啡厅实在是比日本的压缩机还要稀少，然后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样。
老板是台湾第一批饲养科尔鸭的饲主，因为喜欢鸭子，就打造特殊宠物咖啡馆，满足爱鸭人的各种想象。它长得很圆，就是很可爱，小鸭，它又没有就是路边的那种鸭子那么大只，而且我以为它会很吵，但是其实还好。我真的很想摸摸看它的羽毛，因为很好奇它的触感，听说是有防水的感觉，但是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很毛茸茸的，模糊模糊这样，但是听说摸起来又有滑滑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很想真的摸摸看。因为他们其实蛮亲人的，对，然后也蛮可爱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像可以打造一下这个环境，让大家更认识他们。1楼外是宠物餐厅，2楼店家则是运用各式观叶植物打造成森林咖啡馆，精致的环境设计，顾客可以在此享受芬芳花香，惬意享受餐点。我觉得真的厉害，我很喜欢他们2楼的布置，因为我也很喜欢这种观叶植物，但我还没有机会种，所以我就在这边看一看。我们自家本身就很爱植物，植物融合动物这种就是会比较偏大自然，然后在台湾也比较少见的餐厅，所以我们就想说把2楼就打造成植物的餐厅，然后1楼的户外部分的话就是比较偏动物的餐厅。虽然是宠物餐厅，但店内各项餐点毫不逊色，顾客既可以接触宠物，又能享受精致美食。记者潘志光、吴佩珊高雄报道。手摇饮在台湾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业者绞尽脑汁推出创新的饮品，让顾客有更多选择。高雄楠梓区有家手摇饮就推出喝的提拉米苏，独特的风味结合浓厚的奶盖，让顾客喝完后觉得意犹未尽。对许多台湾人来说，手摇饮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让许多业者绞尽脑汁推出各样的特色手摇，满足顾客的味蕾，同时提供给顾客新的尝鲜选择。楠梓区就有家手摇饮店家推出用喝的提拉米苏，浓厚的巧克力搭配绵密的奶盖，让人颠覆对喝饮料的想象。如果想在这杯饮品多一道层次，也可以点布雷米苏。饮料上头用喷枪炙烧过后的奶盖，独特的风味让顾客喝完觉得意犹未尽。布雷米苏它其实还蛮，就整体感觉是给了很精致的感觉。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是有某一间知名品牌，好像是它是北部先推出提拉米苏的。对，那我们就想说，北部竟然都有了，那南部应该也有，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来来回回，好像好几十次吧，对啊，去研发这杯饮料，然后去就是做出属于我们南部的口感。因为我们提拉米苏上面的奶盖是比较偏厚的，而且还蛮给的量还蛮多的。除了相当特别的提拉米苏与布雷米苏之外，其实这家手摇饮以绿茶为主打的贩卖品项，特浓的抹茶奶盖也是店家的一大特色。在奶盖加入抹茶粉，制造出独特的抹茶奶盖，搭配作为基底的鲜奶绿茶，再以蜂蜜提味。有别于大部分的奶盖饮品以纯茶类为基底，这杯不论是单独品尝抹茶奶盖的口感，还是与鲜奶绿茶相互结合，都让顾客觉得非常惊艳。抹茶奶盖的话，因为是我们就是独家的饮品，所以我就会去参考一些比较偏国外的，就是可能台湾他们的那些设计图可能没有出现过的，就是比较特别，或者是去结合动画去呈现这一杯的饮料。我们走向会以绿茶为主，主轴是以市场的饮料店的定位，就是像你可能我知道有人定位是红茶、牛奶，但是绿茶的话可能也有，但不是主轴，比较少。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们就以这一条去钻研。很多人比较不会想到的鲜奶绿，就是我们店另外奶类卖最好的不是鲜奶茶，反而是鲜奶绿。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这些事情，就是直接一次统一把我们店的定位全部改向成是以绿茶为主。不止饮品广受顾客喜爱，店家还有贩售蛋糕，让客人可以用一口蛋糕搭配一口饮料来慰劳自己，享受甜蜜的美好时光。另外，这家饮品店也有内容区，想来杯不一样的手摇饮，或是来份甜而不腻的蛋糕，不妨可以到这里来享用幸福的下午茶。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新北市中和华新街一带，因为缅甸华侨聚集，也是东南亚料理小吃聚集之地。华新街还有缅甸街的美名，其中缅甸华侨刘祥明在缅甸街开的印度缅甸料理，主推咖喱饭
还有香米鸡腿饭，让不少人一吃成主顾。电锅打开刹那间，香米饭出炉，一层一层挖起姜黄和其他香料组成的香米饭下，则是一只只的鸡腿。这就是中和华新街上最有名的香米鸡腿饭，由担任过摄影师的缅甸华侨刘祥明所料理的印度美食。它是这边比较特色的，我们的印度的那个传统的煮法来煮的。我们为什么那个鸡腿那个我们的前原文我们那个鸡腿那个摆在下面，还有米那个香料，半熟煮完以后鸡腿上把它盖下去，一起焖到差不多40分钟左右。刘祥明简单说明做法，但实际上料理步骤都得花上时间。一早8点上工，拿出事先用各式香料腌制好的去皮鸡腿，整齐地摆在内锅中。再来用各式香料煮半熟米，再放入锅中和鸡腿一起焖煮。而这些功法来自他童年中在缅甸生活对于印度美食的记忆，再加上学习印度人道地做法，加上针对台湾人的口味做调整，用电锅焖出广受欢迎的香米鸡腿饭。我小时候看过的东西啊，就比较简单，到印度师傅马上教马上就很学会。所以要煮这个香米饭，就是要这么的费工。要费工，也是要技巧的，也是要很快的。你有兴趣的话，学得很快。现在鸡腿卖完了，要等40分钟下一锅，稍等一下哈。淋上咖喱酱的香米鸡腿饭有多受欢迎？第一锅出炉不到中午12点，销售一空。要吃就得耐心等。至于味道如何，从供不应求的情况来看就知道，好吃值得顾客花时间等待。刘祥明说，缅甸的饮食受印度影响许多，还有咖喱也很推荐给大家。而要品尝印缅料理，可以试试纯麦制作的印度饼加上咖喱酱。印度人除了米饭之外，印度饼也是常见的主食。刘祥明以健康考量，以纯麦制作的印度饼，手工揉饼擀成圆饼状后，再以油炸的方式高温炸出印度饼。那怎么品尝这道美食，就让刘祥明教我们。撕开肉放在里面，揉丸子怎么配？比较清爽，感觉咬一口。纯麦印度饼受顾客的接受度不输给香米鸡腿饭，虽然是油炸的印度饼，但吃起来不油腻，带有嚼劲。搭配咖喱加上罗望子做成的带点酸味的酱料，去掉油腻感，这道异国美食也广受台湾人欢迎。很酥味，然后不会太油，卡丝的。第一次吃吗？这厚薄度刚好。吃起来像油炸还是像烤的？感觉有点像烤过再油炸。实际上它是油炸的，吃不出来哦。对，吃不出来，而且不会很油。我的感想就是很好吃，很像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吃饼皮类的东西，但是因为它酥酥脆脆的，所以就是很刷脆。刘祥明开设的印缅餐厅，以自己童年印缅饮食文化为主，再融入居住台湾20多年的经验，以入境随俗的心意做发想及创新，为华新街带来招牌美食，要让顾客一吃成主顾，一访再访。记者肖世宏综合报道。中山区中山2路上有一家看起来不起眼，而且没有店名，却是已经卖了将近60年，在地相当出名的早餐店。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特地利用跑行程的空档前往品尝，没想到现任的女老板竟然是毕业20年后就没有再见过面的国中同学。在老面店里遇到老同学，比吃到美食还要惊喜。我妈真的很3八你们是同学？你们是同学？还是他姓国中，他是那个中班的，我是人班的。对。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两人重相逢，比吃到美食还惊喜。这家位在中山区中山2路上，看起来不起眼，没有店名，却是已经卖了将近60年，以乌龙面为主的在地著名早餐老店。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特地利用中午跑行程的空档前往品尝，没想到现任的女老板竟然是国中毕业后20年就没有再见过面的同学。老面店里见到老同学，比吃到美食还惊喜。遇到老同学又吃这边在地的老店的面，自己心中的感觉很开心。说真的，我们这种在地的文化，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在地的美食、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历史，我觉得从我同学身上看到一个很认真的职人精神，很不容易，所以非常佩服，也非常敬佩。然后他妈妈很活泼，今天打扮成这么漂亮。惊喜归惊喜，陪同议长来品尝好滋味的当地中心里长，也是从小吃这间面店长大的发哥李进发，就推荐来了就一定要吃一下老饕口耳相传的乌龙面，搭配骨头肉、嘴边肉以及三层肉和软管油豆腐等小菜。阮这一般正常人来这吃的人，拢三十六到豆花菜，这必点的，来就是一定爱吃两样。真的。而且小菜项拢足好食，拢迄个骨拉肉啦，迄地心啦、地瓜沙啦，哦，这种迄落啊，伊啊一股啊沙烟拢有啊。平常很少吃面食类，这次却2、3口就吃完乌龙面的议长童子伟说：“如果不是太好吃，早餐就吃乌龙面实在吃不下。特别是店家调配用来沾小菜的独门酱汁，完全催出小菜的鲜甜感，更让童子伟赞不绝口。也是口齿留香哎。所以我要检讨一件事情，就是我身为这个道地在地，从小在基隆长大的这个年轻人。”不年轻了，大叔了。这个第一次来吃，我每次都经过，之前看到很多人啊，但是从来没有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必须要回家吃饭哈，这个很有规矩的，没有办法偷出来吃饭。就今天来到这边，真的是要检讨。不过真的很好吃，发哥跟我说是第4代的老板在经营的哈，这个我同学他已经到不容易耶。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要这么早起，然后要做这个。餐点其实很辛苦，而且我们这边都只开到中午。那我们基隆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在6号码头嘛，码头边，所以这以前一定是做给从日本时代就是码头工人这个早上就可以吃饭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很特别，就是我们早上就吃这个，有想过吗？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我早上如果你8点拿这个给我吃，我绝对吃不下。上课上班哪有时间？可是这是我们基隆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然后他们只开到中午，然后这家店就是常常都要有排队。这关键在酱料，哇！那你加好食？我唔敢食咸。你一定话这最好食的呢。这个酱料是特別在哪？这个酱料其实是我们有自己调过的，对，我们有自己调过的。对，我刚刚在里长故意没有跟我说那是猪眼的，敢吃的，蘸了一口酱，怎么那么好吃，惊为天人！这个酱真的很特别。对，其实酱料，对，因为酱料我们家的酱料还蛮多人推的啊，对，然后我们自己，它虽然是买原物料进来，但我们有调过这样子。童子伟的话并不夸张，因为旁边墙壁上还挂着基隆著名艺人，也是童子伟的忘年好友许孝顺顺哥赠送给店家的墨宝，认证实在很好吃。对，你看这边还有许孝顺写的字，顺哥，这证明顺哥常常来这里。哦，他不是只有卖石头给我而已，他不是只有卖石头给我，他也常来吃面。我今天打电话给他。原本从事海运业的第3代老板尤林玉说，大约7、8年前和弟弟一起从爸爸手里接手经营这家店。店里面新鲜的3层肉以及骨头肉混着油豆腐，当天开店时新鲜熬煮，是汤头以及肉类小菜好喝好吃的关键。Q 弹的乌龙面则是店家靠着多年的经验，特地请制面厂特制而成。营业时间只卖早上，欢迎大家前来品尝。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幼儿园幼儿点心的营养与多样性，台南市教育局特别编制幼儿园餐点食谱，总共收录176道专为幼儿量身设计的点心食谱，
发表会现场邀请28间参与设计的幼儿园到场，提供7到10座点心，希望能为孩子的营养美味和健康来把关。为提升幼儿餐点品质与营养，台南市从113学年度将公立幼儿园午餐与点心费用调升到每月990元。这次邀请公立幼儿园老师、营养师与专家共同规划设计，发表一本台南市幼儿园餐点建议食谱，希望提供幼儿园老师或家长参考。台南市教育局对于这个幼儿的饮食教育非常重视，是一步一脚印来这个完成。在112年的时候，我们是做了这个工作业务的汇编；113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大补帖。那今天更好，我们是把这个幼儿的这个食谱的部分完成了。透过我们局长总策划，以及我们崇学国小，以及我们的学校有28个园所来共同合作。那我在这边要感谢我们有11位这一个营养师，2位老师，他们这样通力合作之下，我们的这个食谱一共有176道菜。那其实这个是涵盖了我们一般的这个煮菜的方式以外，也有这个智慧的这个烤箱。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食谱的这个今天有7个这个菜的介绍，那未来可以把更多好的健康的这个食谱的这个餐点，能够提供各校来参考。食谱发表结合崇学国小食育教室里面科技厨房料理台，甚至还有智能蒸烤箱。现场也有6所幼儿园现场实做7道美食，不管是主食有柠檬香草包鲑鱼、香松饭团，甚至点心南瓜红豆芝麻煎饼等，提供原型食材的天然营养与健康。先把鱼嘛，先用盐先腌一下，然后用一些柠檬汁下去腌制，腌制完之后呢，我们就番茄切片摆在最下层，然后再把鲑鱼放上去之后，再弄一点那个意大利香料，然后再把柠檬片，我用去皮的柠檬片，因为怕它会有皮的会带苦味，所以柠檬片切片，然后摆在鱼上面，然后包起来下去烤。南瓜本身的甜味，或者糯米粉，然后调出适当的比例，然后可以配上自己喜欢的健康的一些内馅，像红豆、绿豆或者是芋泥，然后以适当的比例就可以蒸烤出好吃的南瓜红豆芝麻煎饼哦。那我们的创作理念就是以原型食物本身的健康以及自带甜味，创造出小朋友喜欢的小点心，好看有趣，然后又非常的吸引人。崇学国小在教育局与家长会支持设立食育教室，平时除提供老师研发与协助幼儿园点心制作，同时开放学生体验。而教育局除将这本食谱配发全市公立幼儿园作为重要工具书，另外电子书也同步在台南市学校午餐教育专网公告，欢迎各界共同利用。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第22届 ATCC 全国大专院校商业个案大赛正式启动，透过企业出题、学生作答的形式，让青年学子得以接触企业实务的运作。透过高峰论坛、实战工作坊、千人营队及企业实地参访等，让学生能和经验丰富的业师互动，修改并精进提案。为了培育新世代人才，第22届 ATCC 全国大专院校商业个案大赛正式启动，以透过企业出题、学生作答的形式，让青年学子有机会接触企业实务的运作。今年大赛邀请华硕、远传电信、新北市政府、台湾高铁、林玉玲宏泰教育基金会等5家议题伙伴及商业周刊、麦肯行销传播集团、黑松和联华食品等战略和与协办伙伴共同合作。其中，林玉玲宏泰教育基金会以超高龄社会来临等方向规划议题，邀请全国跨领域青年学子组队提出创新解方，发想商业模式，并兼顾社会公益。林玉玲宏泰教育基金会公关长潘守佩表示，这是宏泰连续3年参加这个竞赛，很感谢 ATCC 在培养年轻人才的丰硕成果，期待借由活动，让资深的非营利组织或其他企业透过这个竞赛接触到不同的年轻人。那我们是一个专门提供资金资源给 NPO 组织的基金会，我们自己是公募款的，隶属于宏泰集团公益信托。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想要协助非营利组织，尤其是老牌资深的非营利组织，
做各种组织的转型。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比较资深的非营利组织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招募年轻的人才。所以呢，在组织的转型、知名度、品牌推广以及招募年轻的人才这两个部分呢 ，ATCC 帮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交集。我们可以利用 ATCC 这样的活动呢，让资深的组织接触到最多的年轻人，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都参加 ATCC 的原因。潘守佩也指出，每年这些组织的议题都是台湾当今社会最急迫的议题。今年适逢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协同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希望借由年轻人的创意和想象力，一起找到解答。那我们每一年呢，我们所合作的 NPO 组织呢，除了它很资深之外，他们所探讨的社会议题也是台湾当前最急迫的社会议题，包括第1年的心理健康，第2年的安宁照顾。那我们都知道，2025年是台湾的超高龄社会。对，最近在很多的广告啊，或者是文学上都可以看到超高龄社会这个名词。所以我们邀请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来跟我们一起来出题。那我们这个题目呢，不只是谈老人福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4个字，叫轻盈共创。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借由年轻世代的创意跟想象力，是不是想来参加啊？冠军队伍？对，我们是希望借由年轻世代的创意跟想象力，去创造一个老人跟年轻人可以在一起的，也许是一个场域，也许是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呢，借由对了，忘了说，我们目前呢虽然是第3次参加 ATCC， 其实我们在这中间有跟这个安通合办过一次只有 NPO 的 ATCC。那一年我们邀请了5家 NPO 组织，然后独立办了一个 ATCC。那从第1次参加到这个 NPO ATCC， 我目前已经有5个组织的专案都已经落实了。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跟组织还有学生一起把这个专案落实。所以呢，对我们来说 ，ATCC 不只是一个竞赛，它也是真的就是让资深组织跟年轻人可以有一个共创，把他们的方案落实。那今年呢，我们跟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们的这样的一个出题呢，我相信是非常符合台湾现在社会的需求，也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创意跟想象力，可以一起来共创这样的一个超光明的台湾社会。ATCC 主办单位表示，报名活动自即日起到3月5号中午12点，将透过高峰论坛、实作工作坊、千人营队、企业实地参访等，提供参赛同学绝佳的学习体验与产学合作的宝贵机会。欢迎来自全国跨领域青年好手踊跃组队报名参赛，与知名企业、公部门和 NPO 进行深度沟通交流与协作。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许多传统工艺面临时代变迁，机器取代手工，让一些文化智慧渐渐失传，令人遗憾。木雕师李茂章持业将近1甲子，有着一身的技术，但却因为没有年轻人想学，让他非常的担心，未来木雕这项技艺将会渐渐失传。14、15岁，14、15岁就去教人学师仔啦，教人去学师仔。去管沙尾啊学工课。你今年几岁？我今年喜个74啊。木雕匠师林茂章14岁时拜师学艺，近甲子的人生都浸在木雕工艺的世界里，因此也练就了一身木雕本领。要做这款物件啊，主要你爱有迄个兴趣啦，有迄个兴趣，得学较会会。你若无兴趣，学袂会啦。所以上起头就是有兴趣，即摆做了，你就会讲慢慢精进就对啦。但是去学的时就是学一个初步。你即摆若阮咧学是拢学头的3档嘛，3档才有出师。雕刻刀一刀一刀慢慢刻出人物细节。木雕匠师林茂章职业近60年的岁月中，不管是神龛、神教，甚至连庙宇的神明雕饰，全都难不倒他。新房啦，管你的步口啦，管你的三穿三围，迄拢有就对，拢有做就对啦。迄是较复杂，你若做点式的是较单纯的部分啊，比如讲神桥啦、神道啦，这类的尔啦。你若庙的就无共。
庙就是较范围较宽了，对啦。随着时代变迁 ，CNC 雕刻渐渐取代了人工雕刻。不过林茂章也说，虽然速度比不上机器，但手工的温度是机器无法取代的。一地安尼要完成它10天左右才做起。啊，若 CNC 是足紧 ，CNC 伊迄个机械咧做嘛，啊足紧的，啊毋过起来爱阮搁扣过，才会水就对了，啊无完了袂讲足水安尼啦。林茂章表示，台南目前应该还有100来位木雕师，但因为这项工作比较枯燥乏味，加上没有年轻人想学，担心这项传统技艺未来将会失传。这若去到失传是足可惜的啦，因为这毕竟是老祖先啊留落来功夫啦。啊，咱若讲渐渐去没落去，啊无人要学，啊当然到尾是失传去啊。因为不舍传统工艺失传，前几年一直有想找位传人，但林茂章认为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体力没有以往好，担心收徒弟后无法将全部的木雕功夫传授出去。不过他也说，若是有年轻人想学，他也会帮忙转介其他的木雕匠师，不让这项老祖宗的技术就此失传。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芦竹区南坎里石林的林长江吕銮奶奶今年已经100岁，还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如今因为考量年纪跟体力，决定从林长职务退休。里长特别为他举办荣退纪念活动，感谢他30多年来服务社会。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芦竹区南坎里石林的林长江吕銮奶奶，从明代与区长的手上接受奖牌跟礼品。年纪已经100岁的她，地方上都尊称她一声江妈。因为年岁与健康考量，决定从第一线服务的林长正式退休。里长跟区公所特别为她举办一场荣退纪念活动，感谢她30多年来服务社会。里长邱显柱表示，真的很舍不得。将近30年的服务吼，啊，咱若南泡里办活动吼，拢第一个交报名单吼，啊，伊今仔要退休啦，咱嘛真唔甘吼，伊在领导中间吼，足热心的哦，虽然年纪较大次了，啊，拢退咱足唔甘，啊，无度伊甲讲3摆要落退，啊，只好吼，舍得吼，互伊拢退吼，互伊收钱吼。啊，直接吼，再次感谢吼，江妈诶，甲恁吼服务吼，这段时间吼，感谢侬。里长为了感谢江妈多年的付出与用心，特别筹办荣退典礼，地方许多民代都到场祝贺。江妈表示，很感谢里长跟社区民众的协助与照顾，即使退休了，也会继续来据点参加活动。我感谢啦，感谢阮的里长啦。安尼甲我照顾，甲阮遐好姊妹啊，好小弟哦，大家安尼甲我照顾，我的厝边安尼甲我照顾，啊，我的囝吼囝孙哦，大家足友好，拢个甲我保养我的身体，我毋知我遮健康咯，甲里长吼安尼，甲大家做伙安尼，真感谢，真感谢。哎哟，我要过来，我逐工嘛欢喜要来遮。我来遮我欢喜咧，遮大家朋友啊，好姊妹啊，安尼好。江妈的儿子江永忠也到场见证母亲的荣退。他本身也长期热心公益，创办桃园生乡文教关怀协会，关怀弱势学子与长者。他感谢里长跟大家对母亲的照顾，让他100岁了还这么健康有精神，非常有福气。感谢阮这个南坎里土地公伯啊，就是讲做这个有缘做啊，健康里较重要，照顾伊真济啦，较济啊。总是因为有大家乡亲的照顾呢，所以妈妈身体非常的健康，啊，算讲做伊的人生非常的乐观呢。所以讲，咱大家伫讲是讲做伊对社会上的代志啊，看真济，对阮家庭的美满呢，伊也非常的关心呢。所以讲，阮就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这个所在呢。我也真正感谢咱社会各界，甲阮家庭所有的事实呢，对阮这福气的老妈妈的一个尊重，甲对伊的福气会当一个希望会当食120岁，当安尼非常的欢喜健康安尼。
罗竹区长李月潭也代表市长送上祝贺，并准备了将吕銮领长100岁荣退的纪念餐盒，分送给社区长辈与江妈。不只是一种纪念，玩也是一种精神传承。他现在100岁了，那也到了可以荣退哈，所以今天我们市政府跟我们的一个里长我们一起合办了这个相关的一个100岁荣退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公所跟市政府也赠送了那个不锈钢的一个不锈钢的碗，这个碗其实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代表一个传承，把我们江妈妈服务邻里服务社会的一个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可以让后代子孙都可以知道，我们江妈妈很不容易让这个她的一个精神能够让我们社会以及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可以来去做一个效法和学习。南崁里长邱显柱表示，100岁的领长，放眼桃园甚至全国，应该都是唯一一位。感谢江妈30多年来为地方服务，参与活动也非常积极。当吕銮奶奶也强调，就算退休，也依然会继续参加活动，每周来社区据点都很开心，跟好朋友、跟好姐妹一起同乐。记者赖伟一同报道。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夜间部即将转型，未来将专注在流行音乐人才的培育。发布记者会上也特别宣布，在 YouTube 拥有67万订阅的网红我是江老师也将参与授课。他拥有9年自媒体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音乐人如何在数位时代发展事业。有鉴于流行音乐是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及感染力的文化内容产业之一，为了造福更多有志音乐学子，甚至对音乐怀有梦想的熟龄人士，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进修学士班有别于过去专注古典音乐领域，宣布将于今年3月起正式跨域转型为流行音乐进修学士班。转型记者会上，除了安排铜管重奏团以铜管5重奏的形式演奏《Fly Me to the Moon》等经典曲目外，也特别邀请到知名 YouTuber 江雨婷担任活动主持人。校方表示，江老师也将成为音乐系的兼任老师。知名 YouTuber 江雨婷表示，现代的学生非常幸福，他以前念音乐系只知道努力练琴，但现在看到台艺大音乐系规划安排多元丰富的课程，想必能让学生未来的音乐路更加宽广。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只会做一件事情。以前好像觉得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现在大家会讨论很多，譬如说什么斜杠啊等等的。就像成为创作者而言好了，你也不是只要会音乐这件事情就可以，应该是音乐这件事情要跟各种的艺术类型去做结合。那我觉得台艺它原本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已经是一个艺术大学，而且学校的师资相当的厉害。我上次拍摄那一支影片的时候，跟学校的师资合作，我们在讨论说，台艺有哪一些老师？那个时候我把这些名单摊开，我才发现，全台湾最厉害的音乐家几乎都在这些学校教了，这是真的实话。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振奋人心的。学生们可以有这么好的师资底下，又有了这么多元的选择，我觉得真的可以跟各位记者朋友们好好的就是宣传一下。我觉得这个消息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钟世凯表示，流行音乐是产业发展的趋势，更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今年是台艺大建校70周年，作为全台历史最悠久、拥有校友及学生数最多的艺术大学，也是艺术教学领域的领头羊。期望音乐系进修学士班对整个流行音乐产业的人才培育做出最大的贡献。流行音乐的话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啦。那台湾艺术大学今年建校70周年，作为全台湾历史最悠久、校友跟学生最多的艺术大学，我们是艺术教学领域的领头羊，所以当然必须来配合国家的政策啦。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进修学士班往流行音乐转型之后，也对国家的政策发展还有那个产业整个流行音乐的人才培育做出最大的贡献。台湾艺术大学表示，台艺大音乐系进修学士班招生方式将采独立招生，预计于今年3月6号到18号受理报名，5月举行招生考试，预计招收35名新生。欢迎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以及在职或业界对流行音乐有志人士报考。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台艺大音乐系的网站上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
安平开台天后宫和全台西来安获邀参加印尼贸务市元宵嘉年华，成为众多队伍中最吸睛的团体。其中妈祖神教和石家将吸引当地民众的目光，而且排队愣给卡的信徒更是大排长龙。庙方人员半夜2点半启程，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搭乘班机飞往印尼雅加达。一落地，台湾驻印尼代表处组长徐伟林、华航驻雅加达分公司总经理宋道明、机场主任杨景运等人皆到场接机，热情欢迎。欢迎，辛苦了。好。安平开台天后宫以及全台西来安获印尼贸务市福德庙邀请，参加该市的元宵嘉年华，与当地27个种族、多个宗教团体一起游行庆元宵。这也是贸务市首次邀请台湾的庙宇参加。主办方展现诚意，特别邀请台湾2间庙宇的贵宾上台，与当地政要、贵宾们一同观礼。期盼我们这一次过来能够好好的交流，跟这边能够促成宗教友谊的这个互访，甚至能够达到两方友谊城市的互相交流。这是也是很荣幸能够以这个安平天后宫卢主委跟我们全台西来安能够石家将能够到印尼这边来，也是我们非常的荣幸。400年前的话，我们安平跟雅加达就有直接贸易的关系。所以400年后，我们安平的妈祖来到这边，真的更加有意义了。游行队伍中，远道而来的安平妈以及西来安的石家将更成为民众注目焦点，纷纷拿起手机狂拍，记录安平妈还有西来安石家将首访印尼的历史一刻。这是我们全台西来安我们的家将团要进行一个所谓拜庙的仪式哈。以前没有看过，没有。那你刚刚亲眼看到，感觉怎么样？他们表演怎样？比较热闹。特别啦，比较特别。很特别，画的那个脸很漂亮。真的不一样。就很有幸很荣幸啊。Welcome to Bogor Street Festival. It's a spring festival in our Chinese tradition. It's what we call a Chap Gourmet. Yeah? Today is the day. We welcome everybody to watch. 除了妈祖与家将，台湾代表团也邀请东方艺术团随团绕境，团员们曼妙的舞姿更是游行活动中的一大看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印尼绕境的神教，也是贸务市福德庙特别从台湾定做运回印尼。台湾方也与福德庙分享神教保养及康教的方法，进一步加深双方友谊及文化交流。在结束贸务市元宵嘉年华活动后，台湾代表团马不停蹄，将启程前往印尼万隆市，展开另外一场城市级的绕境活动。记者张硕维，印尼采访报道。为推动青年文化与街舞运动，基隆市政府与台铁携手合作，在七堵车站打造第2座全新的街舞空间。现场以美式复古街头艺术风格呈现，融合铁道、火车及音乐等元素，展现城市活力与文化魅力。启用典礼中安排街舞表演，吸引很多青年朋友参加。5、3、4、5、6，准推。七堵车站大厅，年轻舞者大跳热舞，散发热情。基隆市政府打造街舞练习空间，继基隆车站南站出口之后，再次和台铁合作，在七堵车站打造第2处练习街舞空间，让年轻族群好开心。多了这个地方，交通会变得更便利。怎么说？就是不用跑那么远，像如果坐在这附近的，又要跑到火车站，就是跑蛮远的。这个地方蛮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因为没有一些场地，可能还要租教室或者在学校里面练，但是那些场地有一些就在花钱，不然就是学校场地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这边就是一个免费的场地，我们还可以跟其他人认识，而且它的地板也很滑，也不会到我们动作有一些没法做，然后它的光也很亮。
启动仪式上，市长谢国良邀请各协会舞者和民意代表参加，宣布这项好消息。非常高兴，我们第2座的室内的青年的街舞空间在七堵火车站完工启用，提供青年朋友更多的一个室内街舞的选择。这里的设计跟南站的设计又略为不同，但重点都是要提供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有一个好的风雨的一个青年的活动空间、街舞空间。那再加上我们目前有的七堵的室内的一个健身中心等等，让七堵的市民朋友、让青年朋友更多运动的选择。宽敞的练舞空间，加入彩绘铁道、火车和音乐元素等设计，让青年朋友可以尽情享受。大家都知道，常常会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又会湿冷，这样很找不到空间。那多了这2个空间，除了说一个在市区，然后一个在七堵。那因为这2个空间都是非常的宽阔的，然后也都是会有定期人去清洁打扫，所以整体下来都是非常的舒适。那的确影响很多，不管是学生、上班族或是一些基隆的市民，他们在这种空间使用运用方面呢，都非常的便捷多。因为其实基隆有许多空间，现在是可以做这个练舞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像乐龄长者啊，或者是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使用这个空间，不只是街舞的小朋友，因为也有许多民间团体，他如果需要空间上的活化使用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很多定期的不管是警察的巡逻也好，或者是环保局，他可能也都会来做这个定期的巡逻的清洁，我觉得是很赞的一件事情。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议员曾宜芳、张耿辉、蔡旺莲、郭美秀、秦真、何思伟正等议员都出席启用典礼，期盼街舞文化为基隆注入新活力。那我们都知道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哦，那市长也有照顾到我们的老少中青的一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些福祉嘛，因为下雨哈，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活动你没办法去嘛，所以市长也有感受到说这个舞蹈还有这个运动的空间的一个重要性。那谢谢市长他动土先机哦，了解说这个空间的一个善用。铁路局一起来合作，然后承租这个场地哦。来做这个街舞的活动空间，这是非常有良善的这个用意哦。然后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七堵区也好，基隆市的也好，甚至外县市也好，这些青少年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舞出一个活力。那市长上任以后，我想这2年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尤其在长者方面，他有长照的平台。在儿童方面，它有儿童的游乐场所及我们的儿童平台。那今天青少年的话，已经有集合做的让他们街舞的挥洒空间，我觉得非常棒。那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天气，那有这样子的活动场域，让小朋友对于运动发展、舞蹈发展可以更好。那宜芳在这边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市民好朋友可以多多来利用这样那么好的街舞空间。现在基隆的南站也有一所，那今天七堵也有一所。我想可以分散大家年轻朋友这个选择性，以及这个拥挤性哈。那我希望说，在这个市长的这个政策领导之下呢，我想让室内的这种活动空间越多，对基隆的气候来讲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展的一个政策。第2处街舞练习空间提供明亮的灯光、电源，让舞者不受天气影响，尽情表达自己，散发活力，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北市果业里改造后巷有成，里长林明贤与里内志工合作，将原本杂乱不堪、机车、脚踏车乱停的巷弄，变为明亮干净、绿意盎然的地景艺术。上面悬挂灯笼灯饰，加上墙面彩绘，还有整排的杜鹃及圣诞红，成为果业里的新地标。
民众聚集在挂满灯笼的巷弄，开心地拍下上方台北101跨年烟火的美景。这里是信义区国业里松山路600巷。不过您知道吗？这一条贯穿松山路与虎林街的热门拍照打卡秘境，在以前却是机车、脚踏车胡乱停放，甚至还有床垫、垃圾随意弃置的巷弄。在当地里长林明贤与里内热心志工黄先生等人共同努力下，一步步让杂乱不堪、少人经过的巷弄摇身一变，成为民众来往频繁的美丽街道。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啦，因为一开始在那个美化后巷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一开始是想说把它弄整齐、弄干净。后来就是有参加了台北市参与式预算。台北参与预算就是要各组下去比赛嘛。后来我们也有通过，也可以透过参与式预算，我们又通过了彩绘的方案跟悬挂灯笼。因为彩绘的话跟灯笼，彩绘有时候是比较画一些西式的东西，比较西式。那灯笼就是比较我们中国的传统了，所以说中西合并。后来就是一些因缘际会吧，那我有认识一些这边的热心的志工林长他们会在有关于电的方面，他们是有大电的技术，所以说我们在想说，那我们可以把在这条路上做成一个圣诞节。圣诞节因为这条路来往的人也蛮多的，就是这样孕育而成。因为这条后巷是刚好贯穿松山路跟虎林街啦，来往的人也比较多，一般的后巷大致上就比较没那么多人。因为这边有一些像妈妈买菜学生上课能见度较高，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旧社区啦。其实我们原本打算注入一点新的东西让在旧社区有一点新的氛围这样子。当初还没有我们这个里长接任的时候，整个巷子好脏哦，几乎都没有什么人会走过来。对，满地都是摆着那个摩托车啦，而且很脏乱。对，是这样。那现在整理之后呢？现在整理之后，大家有目共睹，都变成已经焕然一新了。对。也有很多过路的或是一些买菜的阿桑，他都会特地从这一条巷子过来欣赏一下。林明贤特别感谢黄先生等志工在悬挂灯笼灯饰的协助，及平日对杜鹃和圣诞红等花卉的照顾，在里内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维持美化成果。不管是在这个灯节的部分，或者说这个杜鹃花的照顾上面都有这位我们这个黄先生很鼎力帮忙啦。他有时候在工作之余，他就马上就来看爬上爬下的架灯把它浇水这些真的是蛮辛苦的。我也很感谢黄先生对我们没有刚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小小的付出，谢谢。对。国业里美化后巷的成果也获得信义区公所主秘张杰等人的肯定，似乎可以作为新旧交错的信义区后巷改造典范。其实我们区公所一直都在推动，像是里内的一些后巷环境的一个美化像这个松山路600巷原本就是停满机车，环境不是那么干净那经过里长跟一些公部门，我们大家努力把它环境变好之后呢，那里长又加上国业里里长跟团队的一些努力一些装饰，像是彩绘啦这些灯饰像这边已经形成了等于是一个大家喜欢拍照打卡或者是里长也会在这边办活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国业里的这个地方那带动我们整个信义区在各里在那个巷弄都会区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迎接3月台北杜鹃花季，里长林明贤计划与志工黄先生等人，再将这一条美丽后巷稍加整理，也呼吁来往民众与居民共同维护这一处得来不易的市区净土。国业里后巷美化加岁。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可以，好，谢谢。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